聽眾去聽一個故仔咯。佢係個故事嘅其中一個角色，佢會喺個故事度經歷嗰個故事發展啦。咁呢樣嘢咧係小朋友嘅投入咧會增加好多。咁另外咧就係如果你由頭到尾咁樣講咧，其實會好悶嘅。所以咧你可以留意到喺故事中間咧就會配合故事咁樣咧製作一啲嘅小遊戲。咁等到佢哋咧喺聽故仔嘅同時咧，亦都會有呢個嘅參與性啦，亦都唔會覺得話我坐喺度聽嘅時候咧，因為我諗家長都有一樣困難，就係話小朋友嗰個專注力未必係咁強。其實真嘅，咁要即係要去同小朋友溝通嘅時候咧，你就要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去到去同佢哋去溝通，令到佢哋咧冇咁容易去到俾個注意力分散咗。咁所以而且到最後，其實我成日覺得故事係一個工具咯，可以透過故事咧去到同小朋友去溝通。譬如你可以見到最後嘅時候，我哋多數咧都會講完故事嘅時候，先同個小朋友傾偈嘅，因為睇下佢究竟佢嘅睇法係點啫。有時我哋自己日日對住個小朋友嘅時候，好多時候未必會咁容易去同佢哋溝通。譬如有啲時候你透過古仔，可能透過故事嘅角色啦，將一啲嘅説話咧調轉頭話翻俾個小朋友知。咁個小朋友咧就唔會成日覺得爹哋媽咪好多嘢好多 information 講俾你知嘅時候，今次咧係由另外故事嘅角色話俾你知，接受程度咧又會高咗。又或者好多時候小朋友需要去明白一件事嘅時候咧，透過故事去同佢哋講啦，然之後咧令到佢哋代入去故事當中咧，呢樣嘢咧都係一樣非常之好嘅工具啦。呢樣嘢係同小朋友溝通，我覺得最好嘅地方就係即係透過故事，你可以喺中間咧變咗大家都唔係，即係我又唔係你個仔，佢又唔係你嘅爹哋嘅時候咧，大家就講好多嘅心得。